欢迎收听11月21号的家人之声，我是施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的是以西结书35章1到15节。以西结书35章1到15节，我们今天呢要祷告的经文是：不要行义过分，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，何必自取败亡呢？不要行恶过分，也不要为人愚昧，何必不盗起而死呢？你持守这个为美，那个也不要松手，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。从哪两样出来呢？就是从行义和行恶的事情当中走出来。怎么走？就是走在敬畏上帝的道路上。在今天的经文，上帝再次提到他要惩罚审判以东，也就是西珥。今天上帝透过以西结的话再次说到，他要向西珥来攻击，他要与西珥为敌，他要让他的城邑成为荒凉，这样这个西珥也就是以东人就知道上帝是耶和华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可能要说到他们祖先的故事了。其实以色列人和以东人他们的祖先是非常亲近的关系，甚至他们是双胞胎。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和这个以东人的祖先以扫，他们是双胞胎兄弟。可是透过创世纪的经文，我们就知道在过去到现在，这以色列人跟以东人爱恨交织。有的说他们是世仇，有的说他们是已经是不一样，完全走不一样道路的人。然而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，不论他们的过去关系多么的纠葛，可是在这个时候，以色列人正在面对他们自己行恶所遭受到的审判。而这个过去跟他们有各样关系的交织的以东人，却在这个时候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？就是落井下石的角色。在这边上帝说，因为这个以东人他们永怀仇恨在以色列人遭遇灾难的日子，竟然将他们交与刀剑，竟然引他们被巴比伦人来杀害。而且在这过程中他们还一步一步的侵占占领这以色列人原来的土地。在这样的境况当中，上帝说他要按着他们让以色列人流血，或者是这个好战所引发这个流血的事件，他们要遭遇这样的报应。以东人他们要经历上帝的剪除，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活出上帝眼中的公义。在今天经文最后还说到，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地业荒凉而喜乐，在那里看好戏，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。西珥山你和以东全地必都荒凉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面对到这样的一个境况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有些人他正在面对灾难，面对他人生中的难题。或许他不是个义人，不过上帝也在这个时候提醒我们，我们看见恶人经历到他生命中的审判，我们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去看待呢？
甚至这个你认为是行恶的人，你在他面前是一个受害者，或是被波及的人，你如何来回应这件事呢？透过今天这段经文，我们清楚的看见上帝是公义的，他的公义不仅在于这个信靠他的以色列人，过去信靠他后来背离他的以色列人，如今他的公义也在这个看似没有什么关系却是很有关系的以东人。上帝爱他们，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，上帝所爱的他不离弃，但是上帝所爱的他也会审判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面对不公义的环境，甚至我们经历了许多不公义的时候，我们要求神让我们真实经历到从他来的自由，从他来饶恕的能力，从他来得胜的能力，从他来更新的能力，让我们在人生每一个高山低谷当中，都因着敬畏神，而从行义和行恶的人当中走出一条合神心意的道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公义的神，你面对人的不公义，你始终以公义来对待，而主你的公义也有怜悯，因为你不愿意我们活在不公义当中，你不愿意我们世代以罪恶相待，你愿意我们回到你的心意，以慈爱和怜悯来回应彼此的对待。恳求主你帮助我们，我们再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恳求主你让我们有一个自省的能力和从主来公义的眼光，好叫我们看见这不公义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更是能够回应在自己的生命当中，重新反省自己是不是有活出上帝的公义来。恳求主你的能力也复辟在我们当中，更是在今天听迦南之声的弟兄姐妹当中，好叫我们在这个看似黑暗更多不公义的环境里面，我们有活出公义的能力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叫我们不看人好戏，而是要看着神你的心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愿上帝赐福你，走在一条敬畏上帝合神心意的道路。迦南之声，我们明天见。